其實呢個課程最重要咧，我就將一啲舞台曾經表演過嘅表演項目啦，表演過嘅event 啦，表演嘅舞蹈啦，將佢成為教材，令到所有學員咧，將來如果可以有機會進身呢個演藝界啊、舞蹈行業啊，係對佢有大嘅幫助。同埋如果有做出色學員咧，我哋都會甄點佢哋去一啲演藝事嘅工作。其實每次收生之前咧，我都有個 interview 嘅，我就希望藉住呢個 interview 咧，更加認識每一個學生嘅需要啦、資質同潛質，希望有教導嘅方面咧更加深入了解咯，希望達到嘅最好嘅要求。跳舞作為職業舞者之外咧，其實都可以當係生活嘅一種嘅，因為喺跳舞裏邊可以增加自己自信心，同埋可以鍛鍊身體啦，同埋係一個正確嘅嗜好啦，我覺得係，同埋身心啊舒暢，同埋喺學員同學員之間都可以更加認識，變咗呢個生活圈子啊、社交圈子會廣闊咗啦，同埋對大家嗰個身體啊，其實可以當做一個運動，我覺得。藉住呢個運動可以覺得自己睇翻自己啊，我覺得就小學小童、小大人、中年成年，如果對運動或者對舞蹈有興趣，當係一個課外活動都冇妨啦。